黃國昌出冊新冊的內容再度爆發着爭議，針對着318的學運，伊講是伊找人開會，決定318要衝入去。也毋過當年同款有參加學運的賴中強是來反駁，講黃國昌只是參與者，並毋是七月號召的人。黃國昌來回擊，講當年有媒體報道冇相關的記載，講安尼單方面甲攻擊，實在無必要。一大群學生啊衝入立法院，這是2014年318的學運。最近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出新冊，寫着一個真小也毋過必要的想法補出來呀。我找一定會判開會，決定318要衝入去，開始聯絡林飛帆、陳維霆等等的學運領袖。也毋過到底敢是有意來發起行動帶頭衝，引起爭議？大家都很無奈吧，不是非凡吧？黃國昌把自己說成是他是這個策劃者，發動佔領立法院，然後找人來開會，決定要佔領立法院，這個與事實不符啊。你認為他會認真嗎？我覺得黃國昌應該退出政壇吶。當年要參加318學運的賴中強強調行動真正不是黃國昌發動的，講提出攻佔立法院的人不是黃國昌，大部分參加的人也不是因為黃國昌的號召，或者是對伊的信任，以及事發當時黃國昌當日上節目並無在現場，聽到內容去互拍清，黃國昌攏笑笑。我想片面的去進行一些攻擊，我真的覺得大可不必了。從那一天中午的時候，怎麼開會，怎麼準備決定要衝，那個時候相關的媒體報道非常的多。歷史可以有多元的觀點，那但是明顯不是事實的部分，你要硬扯，就為了你一個人當英雄，別人都是狗熊，那我真的覺得尺度無下限。318學運已經超過10天，黃國昌的新冊講到這段往事到底有影無影，引起論戰。